后来乡亲啊，桃园的消息，用这个假钱甲车手城警民联手来抓诈骗集团，成功来保住300万的现金。 60外岁负责人表情看起来真紧张，安尼看来看去，若讲电话，若将这规大袋现金放伫电啊卡。过无几分钟尔，一个穿乌衫乌裤的查甫人就出现要摕这个钱，原来伊是诈骗集团的车手。伊毋知有歹好，钱一个摕过手，就随后远景团团围住，伫个身躯佫超着毒品。公男主300万元，全案依诈欺罪。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。300万的现金保条咧，这个负责人和诈骗集团讲，伊涉嫌洗钱，必须将存款拢领出来交法院来做记录，才会使刑以清白。虽然是诈骗的老手法，不过这个负责人嘛是相信，当面交伊400万块，才感觉唔对。求助员警搬这出去用假钱甲骗出来，警方即马嘛要深入调查，无要让其他无辜民众佫受害。